过来消息来看，新北市的中和锦屏路甲安乐路口，半个月来就发生2件死亡车祸。早起民间团体甲死者的家属伫车祸的地点开记者会，因呼吁交通部应该爱针对交通系统彻底检讨，嘛表示讲因会伫8月20到总统府头前游行，要来争取行人的路权。 拒绝行人地狱，还我交通正义。行人零死亡推动联盟20早起伫新北市中和锦屏路甲安乐路口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爱重视系统性交通暴力。因为顶个月底，蔡先生拄啊新婚的牵手，行伫锦屏路的行人穿越道，无想到去69岁计程车驾驶弄一个死亡。伊认为肇事驾驶反应的能力无好，弄到人了后，若无停车，阁继续打油门，批评。 交通部记载，伊开车是正式太人。所以我看到驾驶第一时间就觉得很无奈啊，他这个身体状况这样子的人还可以上路，然后再看警察给我看的影片之后，就觉得他反应是真的是很慢啊。 另外，联盟成员也批评咱国的驾驶制度甲道路的设计改革对袂到道路伤亡的速度。敢若今年1月至4月，全国已经有70个行人伫路口死亡，比起去年同期增加25%。所以，呼吁交通部应该甲驾驶甲行人的车顶分开，避免人甲车冲突，而且嘛爱为驾驶做管控，强化安全驾驶的观念。在学开车的时候都说，遇到右边要右转几圈，左转几圈，倒车入库，我们是流于形式上的一种训练。我们需要把这些道安内化在驾驶人的心中。各个县市政府对人行设施，包括交通工程比如说行川线的退缩、行人专用实项的建制那我们也中央跟地方也一起来配合来进行。联盟搁再声明，交通改革袂当搁拖。准讲交通部提出新的做法，无礼让行人单罚6000块，毋过好亲像效果无大。搁点名交通部甲警政单位，毋通搁以大执法来暗砍无效这个事实。呼吁各界爱做伙参加8月20的凯道行人路权大游行，支持交通改革。